消费有五他开的他消，去可能嘛个的有这件事的比，你那个的主要干的这个事的比，因为我的就会有五就我给他的也看，有五个水天就有的，比如我们作为毕竟这边他那个有啥个叫。我们做嘅嘢，其實係咧，比較唔係咧，就是對面啲業務負責咧，其實你看出咧，就大家就，即係就是當我嘅啲嘢咧，寫出嚟咧。比較不一樣，一般比如說你把它破開，我要不然幹會要拉公司咯，或者要幹啥，公司別的。所以干的不多，但是有大的我才能去的。人家有些不要不错，你的情感，你的经济不看看，不要他先开这边，他下这边，老是那边，干嘛干的法，不管的法，等一下你他在那边，他那是在那边，干嘛就法都在那边。我就是我后地里不敢不下，我家里干写不起，不下的话我就写出来。所以不要不他，就是看他下个不干，不要大家现在就又不他路线具备，我下的他，你下家来跟他一起，又是那些你不干，不要去嘛，没有收入，你来你工作跟为要不要你发的来，你晓得他不比如又那些，你都没有收入，那时候都单位他，基本大概个，多起来，多你嘛对，你晓得不要不多下来而且那样的，干我们这个那个我的现在就是，老的地方跟大家来那个是大一些。